哦，我是做爱笑的，我根本唔是讲大家讲我悲情。什么叫悲情？系啊，悲情歌后那也在做假。但是我这个名我无啥不过大家拢因为你的我无啥改这个名，没有因为你的声音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你很悲情，悲情歌后。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即马快乐爱讲快乐。啊，但是你的宿命呗，你会感觉讲这是命运的真侪安排。你真爱算命看情形，我唔捌我唱过算命，但是我唔捌算命。这条歌就好听啊，但是也不代表你的心情。有一点点这样子。算咱比话有长短，我甘愿你去改名。我算来算去，哪知你也是来变卦。我算来算去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甲包银，阮的生命无值钱。别人若开嘴是金言良语，阮若是假讲话。念伊就出代志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甲包银，阮的生命唔值钱。别人若开嘴。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念你就出代志。我的阮的路途是拄着歹白字，人是好命囝，阮伫咧做兄弟，通我的野鸟替阮啼，阮在江湖心不由己。虽然是做兄弟，阮心嘛真稀微，烧酒伴阮道理治。过去啊的往事，不敢提起，想要啊回头行，怎样会无勇气？让我们欢迎蔡秋凤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，阮的生命唔值钱。别人若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念伊就出代志。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陪你，人是好命。真稀微，烧酒伴阮度日子，过去啊的往事不敢提起，想要回头行，怎样会无勇气？这不是我咧讲，我先开始学罗你两个。学罗你两个，阮两个是斗阵真久的款。不是，秋凤唱这条歌实在都是开口吼，就是很棒，都是伊开口啊。但是我今日第一个感觉顺子吼，不是操蛋的，唱歌真正有进步。唱这条歌唱歌有够赞的啦！这个有看价，啊，佮拄到这个吼好媒婆来这里吼，找到一条好歌来唱啦。你干嘛去哪了 ？Good 啊，卖了卖了。不，我先问候好不好？问候大家一下，来，你们两个是怎么组合的？不能这样，就是美女加野兽。不是啦，长腿姐姐跟瓜子脸，新组合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咱秋凤的歌吼是有够赞的。一般的人我觉得他的声音哦。
就是歌手把歌唱好而已。但是他的声音就像乐器一样，传统的乐器哦。哪一种？唢呐。啊！哎，你在讲南管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的声音是太有特色了，可以说是台湾未来的国宝。你站出来，我就雄雄看到只黑面皮路行过来哦。你觉得秋凤是爱笑又爱哭？其实吼，我是做爱笑的，我根本不是讲大家讲我悲情。什么叫悲情？哎呀，悲情歌后那也在做假。但是我这个名我无啥大家都因为你的我无啥改这个名，没有因为你的声音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你很悲情，悲情歌后。其实是唱歌啦，可能是较早吼。什么较早？今嘛嘛是安尼。啊，可能是我灯音啦，因为灯音啦吼，啊个唱腔的关系，所以呢。耶吼，哇，个线都洗弯喎，我迄连呼吸杯呀，受到音场的干扰，呼吸嘛害落了。你是要够夸张。我今日绝对要做水的，我不爱管的。是，无人叫你个头毛弄来头前好不？我在咧拍鬼片，我咧7个月半大家行走了了。咱来看伊较早唱歌吼，迄个表情有偌痛苦。要看啥啦？有通看，阮这吼别项无。资料片。我唔管啊，绝对。你两个是要比高高一样。但是吼，我来讲阿冠，你唔免惊，伊找袂到，遐久免老可你试看嘛。啊，看你就知，看你就知，莫个假啊！来来来。哎呦！哦，方季伟在唱哦。哎呦，杨林，杨贵妃，杨贵妃。不会啊，好清纯哦。好恐怖。哪会？孙翠凤，孙翠凤。你也在攻林志玲吗？这首歌也很好听。哎呀，更小哎，龙兄虎弟。哎，对，玉台烟。哎呦，吴奇隆。对，因为记得这个欧菲哥。为什么我要唱我大？那时候好清纯哦，好小。我在念大2。很可爱。方瑞娥，方瑞娥。这张就比你这摆较老一丝啊。小歌起来加3班。哇！掌声鼓励鼓励，这真的是一路走来啊，始终如一啊。他有一回哦，在车上唱歌啊，头前个车拢扭开啊，用什么救火车来？你扭开。他那个鼻音哦，实在就有特色。用这个声音来唱一下国语歌，好不好？要吗？要来，不要来，来试看，来，算了，唱了，来，瞧嘞。嘿。有一位姑娘要17、8，长长的头发来眼睛大，活泼可爱，叫弟弟，叫呀叫弟弟，乌来山下一朵花，多少个有情郎为她着迷，多少个有情郎呀爱上她，不知她身旁是否有。山下一朵花，乌来山下一朵花。来宾掌声鼓励。金曲奖最佳国语演唱者。乌来山下一朵花。我是安那唱这段爱加调。刚刚做迄个哦，泡沫。我跟你讲。你甲我我和你讲我紧。我你狗生活幸福。秋凤的人吼，咱看伊安尼吼，你是不是很相信命运的人？我是较传统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我对秋凤算是略知一二。哦。从小呢，他算是呢在别人的家庭长大的。你是庸碌。
也蛮是算庸碌了，就是讲哦，好像家里面人对他就是说，好像没有那么照顾了啊，他自己要扛起家里的责任，所以讲我真揪回了出来，我靠，讲哦，在感情的这个情海上面呢波澜，还好他会冲浪。这是家己编的故事啊，一关一关的过，全部都错。其实我家庭是很单纯。我都跟我讲的，阿专去过我家。我都讲的那是江苏那的。哎呦，你把苏那摕来我心上。没有啦，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即马快乐爱讲快乐。啊，但是你的宿命呗，你感觉讲这是命运的真侪安排？你真爱算命？看情形。我唔捌我唱过算命，但是我唔捌算命。这条歌就好听，但是也不代表你的心情。有一点点这样子，对，你好好唱，我不爱唱，我跟你讲，唱了我再给你算。我每个爱唱一首歌。你最近我感觉伊昏头咧谱，你念一个小可算一下。我你来看卖啊，然后一个人哦，如果说哦，这双颊丰腴了起来，规个拢安尼红高恰起，表示这个人要行大运啊啦。但是你以前算会到，今麦你绝对算袂到。真嘅，我就要用电子计算机算。你你家算看嘛。好来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算命算过。想要甲你做阵行，生生世世来做伴。想要甲你行共步，诚心诚意来算命。算咱以后有阻碍，为你改阮费心情。算咱比话有长短。我甘愿为你去改名，我算来算去，哪知你也是来变卦。我算来算去。来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来。我刚刚也是。好了，我每次唱这首歌都啊，来，慢慢，那面子拿2刀来。没有，我没有在哭。好了 ，OK， 啊，不哭，这个是一个快乐的节目。对，没有。啊，你真正有去改名呀？因为好久没有唱这一首歌。我立马来测这字，快今年哈。好，来，没有开玩笑的，没有开玩笑，这是他随便真的，这是今天来。我想到什么？对，想到什么就写，不要考虑。哎呦，其实呢。如果以天他现在写1跟大分这么开，来，这个都有道理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不能请尊重你的第一个那种直觉的选择，因为有一人独大。如果讲你个一个落去过日子的时阵哦，你也是会过得不错。但是呢，同时如果看你看2人哦，有2个人哦，2人在哪里？2人、2人呐，对，啊，但是一大啊，你一个人也可以过日子，但是2个人呢？但是上面这个男生比较长，有没有？就是说，其实呢，能够保护你那个天已经出现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去面对这样的感情，都很是开好行啊，而且会在过完年之后3月的时候开始慢慢，这样子呢，人家说啊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呐，有一些种子是埋在呢这个寒冬的地底，但是呢，等春风一吹，寒雪一化。你是说3月份？3月份，真命天子就会出现。所以3月份哦。对，到底会3月真的真命天子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写哪个字啊。对啊，你叫我写字，我就写天。没有了。但是算命吹好绿绿啦。算命敢没听？我嘛有一条歌来当证明。今天。所以听一半就好了。来，老师，我把这首歌曲献给。来，乔姐。嘿，囡仔来搏吃百里，大人来搏卖老皮。啉枪搏啥歌，签啥歌丁，赶紧来哦！记得，老师傅来喽，要来算命喽。路上有一位算命婆，未卜先知他算中我，说我面相弥勒佛呀，今年的财源必有多，今年必有壮婴儿，财也运也千难躲，错也难蹉跎。嘿，谁相信算命婆？改命相改命运才不过，少点相
哇，庙埕上厉害，长山过台湾。嘿，路上有一位算命婆，魏古先生他算中我，说我面相弥勒佛呀，今年的财源必有多，今年必有壮婴儿，财也运也千难躲，做也难蹉跎。嘿，来，长山过台湾，阿公团、阿嬷团，一个名干啦 ，OK 完啦。哦，这条歌嘛是属于哈，就告诉人家算命，无啥物爱算命嘴好累累啦。有诶吼，算讲算命先老师哦，他会看你的状况哦。如果说你像你较早呢哦，3B8吼，哇，吃跟他七条啊，你有看到那个麻雀要来假装黑面琵鹭，那多吃力啊！那个嘴太大哇！你莫讲我歹听，因为吼，我甲你讲，我来出唱片，阿官知影我会苦衷，因为我压力就大的，所以自然善。没有，他出唱片会觉得说卖的好不好，他很在意。而且我劝你了，你要说人生过了30岁之后，得失心就不要太重。你若想过当时哦，你万事万通哦，转去哦，敢若赢就赢死啊！你会使讲较慢的，因为我tempo不要紧。其实哦，现在呢，台湾整个社会风气哦，因为他以前的一首歌，到现在呢还高烧不退啊。哎呦，现在大家还在玩。你说哪一首？菜市啊啦吼，什么公司行号啦，时间到日子若丢，吼，迄就来啊。哎，就是那个什么乐嘛。嘿啊，我正式踏入歌坛，这算不算你第一张唱？不算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那个之前还有什么？踏入歌坛，就是开始踏入这个歌坛。10几年捌唱啊。啊，起码拄到一条歌被吞口水没了。就是口水很多的时候，很简单啊，停机然后再来。